这表示9大行星、10大行星吧。水金地火小木土天海绕着太阳转，地球的起源与未来。哦，大爆炸然后我们看有这颗大火球，所以地心呢是火热的。大火球外壳冷却以后，才有植物的，还有动物。哦，经过15000万年时间，表面才大概慢慢冷却。不但受到太阳系内小星天体的撞击，哦，还有流星，哦，为地球带来充沛的水分，水分的冷热变化，气温冷热变化就造成水分。哦，32亿年前那时海洋里面，这细菌呢简单藻类的单细胞生物，藻类的光合作用，消耗许多原本在地球上二氧化碳而产生的氧气，这样才能够有生命。